大家買咗新機嗰陣咧，係咪最頭痛過資料咧？咁其實 iPhone 咧可以直接機過機喎，兩部機拍埋咧，就算你有幾百 G 都好啦，1至2個鐘頭就已經可以過得晒咯。點樣做？而家話俾大家知。咁我哋而家由左手邊嗰部舊機呢，就過去右手邊呢部新機啦。當去到搜尋裝置之後呢，左手邊部機呢就會有反應啦，跟住入翻密碼，然後拎起左手邊部機啦，用相機影翻嚿雲，咁跟住就入翻原本嘅資料啦。之後跟住每一個步驟，盡量咁繼續或者稍後啦，然後就會顯示過嘅時間。咁跟住入好之後呢，就會有段時間啦，耐心等候啦，然後呢，就會準備過資料噶啦。咁呢段時間就提提大家啦，兩部手機嘅 version 一定要係最新嘅，而且一定要出現剛才嗰個搜尋裝置呢，咁左手邊部機先有反應。好啦，咁而家開始過資料啦，總共就20至25分鐘嘅。咁由於時間關係呢，已經即刻過好啦，大家睇睇已經完成啦。咁 iPhone 呢個機過機方法咧非常之快啦，咁幾百 G 都好啦，1、2個鐘頭就已經過好啦。咁所以大家可以睇呢個視頻，然後翻去自己試下過資料。但係有時有啲客人翻咗去過資料。